各位街坊睇過嚟，零首期、零月供，買得一個咁大嘅單位，講緊3房4房都可以，而且送埋全屋嘅裝修，送埋全屋嘅家私，仲送咗2個車位俾到你啊！3房4房隨便揀，而且仲係呢一個係南北對流咁舒服嘅一個單位，係咪好正呢？廚房嘅話咧，都係中意自己煮飯又好，出街食飯都好，樓下有一個商業街，隨便你點外賣都可以㗎。而且呢一度嘅話咧，仲係有山有水有天有地。如果話喺度退休養老，真係超級正。如果返香港嘅話咧，30分鐘去到港珠澳大橋，自己揸車個零鐘就去到香港啦。屋苑樓下仲自帶有樓巴車，一站式返到香港太子荃灣，非常之方便。除咗雅居樂之外，中山最多香港人住嘅，莫非就係呢一個樓盤啦？而且仲係珠海華發國企打造，2個衞生間，4個房間，唔使爭啊！每一個房間都好似主人房一樣咁大。如果你話中意呢一個單位嘅話咧，快啲嗱臨聯絡翻Yoyo啦，就即刻派呢個專車去到你香港屋企樓下嚟接你嚟到現場睇樓啦！